全是你的气味，讲是我也已经惯习。我的世界只有你，敢是红线牵到底？是生命来到边，也是天公惜创意，予你做我今生的日子。我的世界只有你，我甲全部拢予你。不管是啥物代志，只要你平安欢喜，逐天会当笑眯眯，就是幸福的滋味。谢谢我的粉丝，还有谢谢现场所有的长官朋友们，谢谢你们，谢谢。两支气味，一支红，一支青，双人世界，清香可甘甜。一边眠床，一边我，一边你，一世人就安尼过日子。我的世界只有你，敢是红线牵到底？是生命来到边，也是天公惜创意，予你做我今生的日子。我的世界只有你。只要你平安欢喜，逐天会当笑眯眯，就是幸福的滋味。在这边呢，不可祝福大家新年快乐，虎年行大运，也祝福大家虎虎生风。然后呢，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疫情赶快消失。大家说好不好？如果好的，再给我点掌声加尖叫声，谢谢。现场一个热情的掌声！我的世界只有你，我甲全部拢予你。是生命来到边，也是天公惜创意，予你做我今生的日子。我的世界只有你，我甲全部拢予你。不管是啥物代志，只要你平安欢喜，逐天会当笑眯眯，就是幸福的滋味。幸福的滋味，我的世界只有你。谢谢现场所有的朋友，我的世界只有你。新年快乐！我是许富凯。谢谢哇！再给我们小倩姐一个热情的掌声。谢谢凯凯。你他练请假，没啦，你打你嘛穿短裤的嘛。我们相呼应嘛。相呼应，我拄则伫后边，我想讲单队来啊。是讲好，咱今仔日哈，咱的王惠美今年特别，我们王县长邀请你来参加我们花在彰化的开幕式。是。为什么你知道吗？许富凯，我们大家凯开，对不对？凯开。代表讲今日大家看到许富凯伫咱的花在彰化，今年拢5级开，安尼好不好？而且春暖花开。真的，你的名字真的太好用了。谢谢。你今天还有呼应我们的这个。不是花卉在上面，你知道吗？因为男生要有花的衣服很少。是。那你知道这个怎么来的吗？怎么来的？是我的发型师的发夹。是哦。那上面是小菊花。来借我一下。OK。我觉得你待会可以帮县长夹。你知道，你好用心哦。我就下去了。哦，好，来，哎呦。不好意思，麻烦你帮我拍个照。凯真好紧张的感觉，第一次看你这么紧张。睡了。哎，真的不错哎。而且你好用心，你知道菊花是我们彰化县的县。对，刚好是菊花。对，它是
菊花，对，各种不同的颜色。而且我家昨天刚好我自己买了一盆那个花，也是菊花，也是菊花，对，就是那个很茂密的那种菊花。我懂，对对对。你知道菊花的意义就是清风亮节，而且呢非常的高雅。是，所以我也把菊花穿在身上，所以我用紫红色来去代表。热情的掌声，怎么那么用心的主持人啊？怎么那么用心的凯凯啊？谢谢。凯凯，听说你今天带了礼物哎？因为呢，我想说过年，我就是要做一些很喜气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跟大家结缘。所以呢，我就自己呢做了这个叫春联吧，应该算是吧。小春联。小春联，然后有2款在我们的那个工读生那边，待会呢他们会发放。哦，所以各位朋友想要的举手。哇！而且好像只有这一场，限量，只有这一场才有。对，只有这一场才有。独家为我们彰化所设计。今天歌迷来好多，北部来的，南部来的，是。哦，因为我们已经约好那个初1就是要来彰化踏青，然后呢来看我唱歌。然后花在彰化开集抵中华。对。对不对？阿哥也在抽奖。阿哥能抽奖？嘿，200块就会使抽奖啊。啊，你好啦，把钱掏出来快一点。就是要花在彰化才能够好运一把抓，好运一把抓，对，没错。好，来，那凯凯，等一下唱第2首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下去发，所以请大家坐在位置上就好了，是，蛮多的啦。而且我要跟歌迷朋友们，这么多歌迷朋友们提醒，今天凯凯会跟我们一起参与启动开幕。所以大家可以从头到尾来参与我们的开幕式。我很开心哎，大年初1我就来彰化跟大家见面，而且彰化真的对我来讲是我的真实父母，很重要的衣食父母。因为我的衣食父母，因为呢每一年我在彰化活动非常的多，然后我觉得彰化人就是有一种很热情的那一种。人情味，所以呢，当我们经纪人就接到说要来彰化，我说要啊，大年初1就是要跟彰化人见面，太好了，太棒了！而且听说预告一下，元宵也会在彰化，好，小预告。来，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唱第2首歌。好，因为呢，去年疫情的关系，对我来讲，我觉得台湾人其实非常的。幸福啦，是的，对，然后呢，我也希望用这一首歌送给大家，也希望疫情赶快消失。没错，天公听公啦，天公听公啦，谢谢，可以唱来一起唱哦。耶，谢谢我南部的粉丝，我北部的粉丝，我中部的粉丝，谢谢你们。好，谢谢后面的朋友，谢谢你们今天来。做平平凡凡，爱是一生的希望，有该一面就永远，缘分无必要走远，无形线别人的红，爱永远的世间，运用真心来相等。我心所爱的人，予我永永远远陪伊海角。相信天公拢会听讲人，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天命可能。相信天公一定听讲人，相信天公一定会留予咱。爱不是一场梦，只要有你疼痛，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在这么美好的大年初1，我希望呢大家跟我一起唱《天公跳舞》，让我听到你的声音哦。感情无必要打扮，阮是做平平凡凡，爱是一生的希望，
一年就永远，会阮无去啊草原，无轻sen别人的红，爱阮阮的世界，阮用真心来相等。咱有一天看心所爱的人，予我永永远远陪伊去天边海角，相信天公拢会听望人，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离别可能。相信天公一定听望人，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爱不是一场梦，只要有你疼痛，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来，换你唱哦。相信天公拢会听望人，相信一摆我无看不着人，人无需要比较，爱是离别可能。我来陪到来，相信天公一定听望人，相信幸福一定会留予咱。爱不是一场梦，只要有你疼痛，会当予我变成世间上水的人。若感觉家己缘投，感觉家己足水的，互家己一个抱仔声一个。天公听望人，谢谢，谢谢你们，谢谢。非常谢谢我们许富凯，谢谢，待会见。谢谢小凯，待会见。待会他跟我们一起进行我们的开幕式的盛会，非常谢谢。陆陆凯凯，你的任务就是要在现场这边陪他一起来进行启动仪式，邀请林田副县长、洪荣章副县长、谢依凤委员，我们一起到台上，以及我们农会的张进峰总干事，欢迎我们的张总、张建峰张总。另外，我们皮头乡，因为我们在旁边就这一皮桃哈，来，我们邀请乡长今天也一起上舞台，我们的杜一彩杜乡长，还有我们今天交通部观光局山处曹处长，我们一起到台上，谢谢我们今天这个我们出席的长班贵宾。等一下呢，我们要邀请处长，我们一起。好，那么在这边呢，我们准备等一下会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启动式。等一下，各位台上的贵宾，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手上拿的花在彰化乐游农园，帮我们戳破这个气球，做一个象征性哈。那等一下就会正式的启动。来，现场的贵宾，把声音借给我，我们倒数3秒钟的时间，准备开幕。准备2022花在彰化，倒数3、2、1，启动！正式启动我们的花在彰化。第二件事情，稍后一下。第二件事情，我邀请手持花在彰化的贵宾，帮我贴在我们的启动板。乐游农园在右侧哈，我们第2批上来贴。我们花在彰化，请帮我们贴上。各位，在我们贵宾呢准备进行当中，要请他们帮我们把花在彰化今年的主题乐游农园呈现在我们的舞台上。看到出现了我们彰化县的县花，菊花，掌声鼓励。那么当然，我们要在这里一起拍照。县长凯凯，还有我们总会长以及乡长，我们在台上拍第1张的画面。等一下，我会邀请贵宾一起合影。好，我们请各位靠近。我们有请我们的火龙果爸爸，还有我们的花仙子，还有我们的葡萄，今天都来到现场了。来，我们一起看一下中间的摄影机拍第1张，正中间，1、2、3。
徐处长，我们是不是大家一起拍一个合影的画面？还有我们各分会的理事长，大家坐回来，好不好？好，来，我们一起要来拍一张合影的画面。好，来，我们请贵宾，我们到第二排左右两侧，也都可以一起来参与。好，我们行政院的顾问，哈，还有我们医院的院长，我们的曾院长，我们一起上舞台，谢谢。还有我们的企业贵宾、好朋友，我们大家呢今天共同在这里参与我们的开幕式。感谢咱很多人侪哈，这会来参加花在彰化。邀请咱很多三好朋友哈，我们一直到2月13号，在我们西洲公园这边都有非常精彩的活动。那么当然，我们最重要的野餐日就在星期六。好，来，我们现在呢准备一下，好，凯凯一起啊，哈，好，来，我们左右的贵宾靠近，看一下中间的摄影机，前面的可以坐下吗？让我们媒体先拍，好，姐妹拍谁哈？我们手先放下，我会让大家有拍照的机会。我们请各位台上看正中间摄影机，花在彰化，在正中间。好，现在看一下我们左前方镜头，花在彰化乐游农园站。好，现在看右边的镜头，再一次，美好彰化，希望城市站。请问中间的媒体需要再一张吗？好，我们请看正中间媒体镜头，2022花在彰化站。我们一起说新年快乐，好不好？1、2、3，新年快乐！谢谢。OK， 谢谢我们台上所有的贵宾，谢谢许富凯，谢谢县长，新年快乐！也谢谢总会长，谢谢立委，谢谢乡长，我们的杜乡长，也谢谢我们的曹处长，谢谢我们各分会的理事长，谢谢大家。我们欢迎各位到我们园区逛逛走走，谢谢我们洪荣昌副县长、林田